这出清唱剧出演大约在1708年，后来在1724年巴哈改作，并在莱比锡的复活节演出。歌词是用马丁路德所写的圣诗 Christ lag in Todesbunden， 把7节歌词全部用在词曲当中。这出清唱剧共分为8个段落。序曲是由一个小2度下行的音程的死亡动机开始，像是不断的叹息及回音交织成基督躺卧在坟墓中，或者有人翻译成基督陷入死的羁绊的E小调的氛围里。在乐章最后的和弦，巴哈转到E大调1级和弦做这个序曲的结束。这预表着耶稣基督必然脱出死的羁绊，胜过死亡。第一首是整出清唱剧中最具挑战性，也是最长的一段4部合唱。